俗语讲了好。啊，你嘛拜托咧，老的啊！啊，你就行到即摆我等偌久啊？你要干那要行一日，等遐久？哦，啊，等到你若搁行一步，我毋知到半暝。你捌一讲吼，行棋免思考嘛。啊，思考人有人思考遐久的啊。两军交战，对，一步错误，步步错，你是捌毋捌？好啦，莫追啦，来。安尼好啊，你啊。来。啊，你就是一步错，就是袂使搁错啊，对啦。啊，你即摆袂使，我即摆安尼已经甲你滚啊呢，你看有啊？你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滚啊！啊，是要你要要想遐久，有啥物路用？啊，这边机伫遮，啊，这跑盘。对啊，你到行嘛，这支啊，这支啊，你就将军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是再见啦。有票人讲将军讲军啦。啊，就军啊。即摆我倒机啊。啊，当然倒机啊。好嘛，输，你啥嘛讲来嘛。所以啥，嘛是搁请一顿啊，对。因后这顿就是搁你请，对。啊，我紧啦，腰摆不落屁股啦。今日我请输你一顿，明仔。明仔。我甲你赢3顿无但，我甲你赢宵夜。对啊。哇塞呀！哦哟，你即摆吼，算起来，你已经请倒头请30摆的中倒顿啊呢！啊，你是食苦当做食补哦。什么叫做倒头？你知唔知？对不对？倒头就专门伫咧顾倒的，专门咧食倒的，你知唔知？所以你传出我就食安尼，你知？来，死囡仔你讲来，你来，哦，你真正。哦，爸，今日妈妈讲你啊啦，爸，啊你来带我这是要创啥啦？我厝内底有代志都无用的啦。你有什么代志？你等于就伫遐耍手机啊？你有什么代志哈？甲你讲啊来遮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今日我一定甲你讲，我找一个师傅哦。我甲你改啦。我免改啊啦，我想师傅啊，你搁找师傅？喂，伊有比我请师傅吗？对啦，你是不是有代志要请教阮师？师，你有所不知啦，我真正哦，即届你一定爱替阮囝吼解决一个啦，来解有诶心意吼，我一定袂。无啦，心意啦，你诶人安就无意思啊，爱收啦。阮师毋是迄款人，伊绝对讲啊，你这红包，哪有可能该摕这红包啦？对啊，免啦。迄个师，你真爱偌济。啊不叫阮师吼，来，你跟我坐，我坐。手机一直咧哦，省袂停啊！袂使的。大讲，特懂。好，这个看到咧林正了生意的会这啦，吼来，我就无咧甲你计较，好好处理。来，拜托，加 SOP。哦，来。哎呀，爸，你这根姜来怪哈，捌黑白讲啦，来。哎呀，有钱了啊！哇，一心多好事真来啊！啊，师傅啊，是安尼啦。哦，阮囝吼，即阵吼去网络顶管熟悉，嘛熟悉对一个狐狸精啦。啊，迄顶届吼，迄逐工咧敲电话，啊，顶个月录卡甲恁爸录5万，你嘛真正最夭寿的。啊，我来想讲吼，大平时你敢有法度吼，甲阮囝吼斩断这个桃花啦？哎呀，拜托，哎呦，较认真的啦。要斩桃花呀！来啦，你看啦，就是这个啦，搁伫咧耍手机。我讲，那这个谣言吼，是，这互阮师甲看就知。大皮师来，来，大皮师呢？你看这手啦，来啦。这个，敢若你看起来真福相啊咧，啊这无啥物呐。敢若甲这？敢若外国的哦。看起不过安尼看起来面色哦，奇怪。哪有面色啊？你这人诶，我迄七仔是伫外国的咧，你有可能共款？伫外国，你我到外国咧？啊，这点我伫咱台湾迄落捡的呢。哦，这，对，
这强变。哇，是，我了解。啊，我这这也是艺术啦。大片现在艺术就是讲哦，你这种就是讲到这诈骗的集团呐。哇，啊，去互伊甲你骗去啊。对啦。哇，啊你卡这讲啦。那有。你赶紧去报警啦！来派出所备案啦！哦，哎呦，这个哦，卡啊戆啊，这戆囝的哦，真正是哦。啊，对了，这个，哦，好，你讲的是这个哦？嘿啊，这两个看起来两公跟屠龙公的，敢有效？有效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免烦恼，你莫看安尼细细仔囡啊，垃圾啊，搁破，足零下的。有一摆啊，我的朋友哦，伊一个人足久啊，拢无查甫朋友，来遮甲伊问代志啊，结果未到1年哦。就阮查甫朋友啊，搁讲要结婚啊呢。哦，那安尼，进来问吼，好，咱来去。师傅你好。啊，这两位小姐，你好，你是咧有代志要来问阮？对，要来请教一下。哦，请坐。小姐。阮这办代志爱。系啊。我猜啊，哪有？恁就是拢安尼啦。逐摆啊，人啊，你都摕只红包来，阮师傅哦，意思你无咧提这啦。哦，安尼哦。而且你来就看伊无起啊。你善良。哎呀，你无意思，来你算我偌济，你家己算。哎啦，应该啦，问代志嘛，是，帮忙啊。对。好，要帮忙一下。既然这样，心情拢准备好了吼，来，起价。万岁 SOP。刚刚有讲到咯。今仔是对住信徒要来请本座来教下手。是我有代志要问啦。晓得呢？计价。水体。问代志呢？系啊，我的红包嘛收咧。啊你，这是安怎？这两个傻囡仔入来，我感觉规个气场安尼怪怪。咁咪讲，我都无走起价大，平时无要讲，我是要来办代志。真是有这代。嘿啦，即摆是要安怎？阮要安怎较拄好势？干那，弟弟要我教呀？干嘛呢？物件，我甲你，你问，那个物件，我甲你传。迄个，这一尊，请问来食好心？这款唔敢食，这好心我唔敢食。不是，对一尊神明来教育。OK 哦。了解啊，上街。太祖爷来教育啦，太祖爷来教育。太祖爷，你这拄啊查面啊，迄个问题吼，你有啥物要指示的无哈？什么问题啊？做一个问啊。太主啊，安尼是安尼啦，人讲哦，人若衰进步生菜瓜，就是咧讲我啦。我自细汉哦运气都无好，我真正是挡袂牢，所以吼，才想要过来请太主啊甲我教一个啦。简单啦。但是会当互我哦，得奖得头奖，还是讲互我嫁互好爷人因兜，安尼唔知影敢会当甲我教一个。人种菜瓜，浪中海呀。阮种菜瓜啊，高的山顶啊喂！太祖，你唱歌那变大人的声。对啊。唱歌是安尼，你无安尼袂好听。好。你今仔声袂好听。太祖有啥物要指示哦？迄年的好水。无人能够唱啊。无啦，伊讲伊想要嫁好爷人，还是叫咱讲你是指示？我嫁较好的我啦。知啦，你毋是
就是讲，迄个政府啊，谁在管？哎妈，我对啦意思讲，伊哎，进步，我做你做的啊，你做我请的啊，做。迄一回事啦。嘿啦，这查囡仔讲伊运道无好啦，是要嫁一个好囝人，啊态度有啥物要指示的无啦？哦，安尼啊，无掉落土，安尼就对啦。嘿啦嘿啦哦，啊，简单，安尼起来啦。态度讲，请你去头前。我甲你改一下，改一下，改一下。甲我改一个哦。改一下，徛吼，改一下。好来，哎呀。哎呦，一改，会损失。二改，会万年富贵。哎呀，三改，三改就，拢改错，拢改错。哎呦，改好，改好。啊，佫有啥物？嘿，你是毋是你讲你找无人甲你带，啊，毋是爱问恁爸爸？是啊，莫讲着阮爸爸啦，我甲恁讲哦，阮爸爸一天到晚伫外口做工课，我一个月才看到伊差不多3届尔，哟伊足无用的哎咧呦，。恁老爸哪安尼啦？系啊，所以我才来问恁安尼太子安啦。尼要安怎哈？是啦，就是因为这句我改不出来，改袂出来，这我知要怎改啊？我爸要知影要安怎改？要互恁老爸吹波老杯呢嘿。系啊，一个月拢甲你点条条。哦，互恁老爸，啊，恁老爸就是拢无头路，啊，你看哦，哎呦，哦，我来当当我，天晴晴啊，地灵灵啊，红豆冰加冰淇淋啊，红豆冰上高豆淋，灵啊，切，好，来整个整个，安尼好啊。安尼啊？好。啊，伊派运拢好，啊，你家己个态度也感谢者啦。哦，多谢太子呀，多谢太子是呀。啊是啊，这位小姐，我嘛是爱甲你苛刻啦吼。咱做人也是爱充实咱家己吼，唔好一讲干嘛孝顺伊爱有诶无诶安尼吼。亲像你做，咱爱家己反省咱家己，毋是讲啊，咱想要咱就安怎，咱是想讲咱就欠点诶所在无吼。像你这种人啊，有两句俗语会当形容啦。第一句叫做娶某看爹娘，第二句叫做娶某册唔读。查某册唔读。拍破过嚟，係恁两个。有啲恁老爸甲你讲的吼，跟我无关系。吼，你个情就是讲啊，无要脚踏实地啦，无要认真互家己，咱愈来愈进步啦。啊，想讲啊，我一讲讲袂，我会使得着奖无？我会使嫁着好安，我会使嫁着好嫁人无？从此免讨谈无？哦，伊讲第一句叫做娶某看爹娘，赞成这句的请举手。娶某看爹娘。这个意思吧。诶，两位男士经娶某，爸仔囝拢是经这个打，对对，恁爸仔囝，我你爸仔囝啦。你演囝，你是啉着什么酒？那恁这边一定是经娶某册唔读，老师请解答来。这其实哦，拢有顶下联会爱对的吼，像你讲买厝看厝娘，娶某看爹娘。哦，啊，另外一个较白就是讲买田看田地，娶某看牛嘞牛嘞。因为有时咱为因老爸老母个人的行为当中，咱会晓看到这个新娘可能是安怎看，因为这是一种家庭教育。有啥物款的老爸老母，就可能有啥物款的囡仔。哦，所以就是讲娶某看爹娘，就是讲看这家庭家教如何。哦，啊，另外一句就是讲吼，娶某册唔读，啊，老爸有一句哦，娶某册唔读是讲查甫的，啊，若查某的。嫁翁较唔捌，娶某册唔读，嫁翁较唔捌。你讲这个工课本来拢有咧做，毋过结婚了后面伫拢变啊啦。头啊烧啊尾啊零，啊做头无做头尾安尼啦，做代志拢无脚踏实地，所以有时做个代志，咱好啊充实家己，毋通想讲啊我安尼就会使啊。其实你安尼永远无可能会成功，嘛毋通想一寡有空无拍、有无顺的代志。所以想讲，若要正确答案，应该就这一句。娶某册唔读。哎，搞。哦，唉，所以爸仔囝就是爸仔囝啦吼。阿弥陀佛。袂准的就是袂准啦吼。所以今仔日来上这节目感觉安怎？感觉真好啊，这种教育，吼，啊，而且佫加真随性安尼，互人了解讲，咱做人就是爱安怎样。有想要做伙来主持无？看你爱，等你有身体看。你做会了啊！
们在意新婚暖啦，免了两个做伙同齐啦。啊，你是上好啊搭档一。下。咱今日嘛看到这西单咧带查某囝来吼是啊，哇，这两代咧合和安尼，有传承的人安尼上好啊！哦，感谢两位，谢谢感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请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林咯。